这里8110。你们八庆县把我的两个你好，这里8110。你们八庆县把我的两个客人抓走了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他们两个现在被抓走了呀。谁跟你说他被抓走了？你们的12345说是在核实啊。核实完了不就放行了吗？你确定放行了吗？我说核实完了不就放行了吗？啥时候放行的？我说核实完了之后就会放行。你们核实完了要多久呀？那一个晚上还是2个晚上？还要扣帽子吗？要扣个啥帽子呀？谁跟你说抓走了呢？客人现在联系不到，他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八庆县公安局带走了呀，还需要谁说的吗？你们12345完了会放行的，好吧？不是你们核实什么？扣帽子嘛？你们八庆县怎么1、2、再2、3，我们投诉举报你们违法违纪行为，曝光一下，你们就要去扣帽子嘛？你们八庆县公安局长好牛呀！八庆县不属于中国管辖范围吗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能听我说2句吗？你说。我们在这核实完情况之后就会放行。你们核实什么？事情很清楚，抖音是我发的，得了。你们公安在那说的，派出所盖章请假条没有不让走，他不是自己说的吗？你怎么不去核实呀？他有没有违反中国法律？你跟2个法盲你要核实什么？你要核实什么？又扣帽子吗？你放心，今天会放行的，好吧？等核实完了之后。不是，你现在就放行啊！你凭啥要扣着他嘛？你公安的权利就是随意扣那个老百姓是吧？老百姓举报一下、投诉一下，你们就抓我们是吧？配合公安的询问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，好吧？公安呢，维护中国法律，是你们的责任。会放行的，好吧？这件事情里面是你们在违法还是我们在违法呀？我们有没有公民监督权？国家赋予我的呀。今天会放行的，你放心。不是你啥时候放行？人家要去守县，现在12点了，你不让走了是吧？还是啥意思啊？你在恐吓威胁那些法盲是吗？核实完了之后会放行的，好吧？不是你们的核实完了多久？如果他回答的快的话，很快就放出来了呀。所以你们按照你的意愿回答呗，按你的意思去回答，问到你想要的答案是吧？你不在现场，不要乱理解。我需要啥现场？现场就是你们的员工把人卡了，去年也是把我也卡了3个小时，最后还把我抓了。你们的套路我已经玩过一次了，你们八庆县咋样？我早就清楚了，我还是需要经历一次嘛。你们的手段，你们的套路，哪像一个共产党员？国家让你讲的法律就是给老百姓扣帽子是吧？举报你、投诉你就抓你，八庆县就是这么执行着嘛？你的两位这个客人配合完我们的询问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放行的，好吧？怎么样的配合？配合是按照你的意思去回答问题嘛？有啥配合的？不要理解错了，好吧？有啥配合的？依法询问，好吧？依法就是你们八庆县的法律，你们八庆县公安局长的法律是吧？只要入他的法律了，配合了，按他的意思说，就可以走；不按他的意思就抓了，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为啥不能这样？你以前就是这么干的，你们八庆县。我为啥不这么理解？你有啥理由把非法拦截的客人在那卡着带走呀？他犯罪了还是犯法了？你要篡改供词还是篡改啥？刑讯逼供嘛？引诱嘛？配合公安的调查是每个公民。你调查什么？你怎么不去调查？你们的员工在违反法律啊！他说的话你怎么不去追究？你在追究一个法盲，你要干嘛？按你的意思去说话，配合你。
你不在现场。我为啥要在现场？我为啥需要在现场？我只要看到真实的视频就行了。我需要啥现场？每一段我都录音的。你们在讲什么呀？你的配合就是配合你们八七线要给我扣帽子是吧？又要抓我是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有公民监督权呀。那是你们公安说的呀。上次我没有拍到你们说的话我错了，这次拍到了，不好意思的。你再怎么刑讯逼过你要怎么引诱？又要扣政治帽子还是是个藏族又要扣政治帽子，还是你又要悬悬姿势你们公安局局长好牛逼啊，一次不行2次，次这样吗？说完了吗？可以听我说吗？你说。我们这个呢是报警电话，你占用警资源我无所谓，对吧？但是呢，我如实跟你说，我们这里不是办案民警，我们办案民警询问完了以后会依法放行的，明白吗？你询问的理由是什么？你询问的理由是什么？你询问的理由是什么？这是1、2、3、4、5给我的，让我打你们的电话。你询问的理由是什么？他犯罪了吗？犯法了吗？你带去询问的理由是什么？就因为你权力大，你穿着制服吗？我们只是依法进行询问，好吧？你依法了吗？请问你依法了吗？依哪条法律？他犯法了还是犯罪了？被你们带走？审讯，询问是不是